加拿大人有權選擇喺全國任何省市定居同工作。人權憲章保證人民享有行動自由，好多人甚至當做理所當然。對於一個聯邦體制國家嚟講，公民嘅自由遷徙權係非常之重要。呢一個係公民嘅基本權利。遷徙權嘅另外一個基本要素呢，就係自由出入國境嘅權利，係每個公民都有嘅。喺加拿大嚟講，呢一個並非問題。但係我哋知道有啲國家嘅公民實質上係唔能夠出境，呢個情況係不能夠接受。對於加拿大原住民，遷徙權顯得尤其重要。遷徙權係維護佢哋傳統文化嘅基礎。憲章肯定咗原住民跨越省界，按傳統方式過活嘅權利。Dwight Dory 係原住民議會嘅全國酋長，佢嘅組織代表近8萬喺保護區外嘅原住民。對於有捕獵權同埋捕魚權嘅原住民嚟講，遷徙權極之重要。傳統上，我哋嘅部族分佈喺廣闊嘅地區，某一個地區嘅資源豐富，某一個地區缺乏資源，都係導致遷徙嘅原因。原住民習慣咗遷徙，呢一點亦係我哋嘅文化。憲章觸及廣泛嘅法律權利，其中一部分喺1982年之前已經存在。呢啲權利反映出人權受到重視，又直接影響查封、拘禁嘅程序。受到憲章同埋憲章判決影響嘅法律權利非常之廣泛嘅，佢哋包括一啲個人嘅權利啦，亦都涉及一啲群體嘅權利嘅。憲章確保司法制度尊重生命、自由同埋個人安全。上到法庭，如果你唔識審訊程序所用嘅語言，你有權用翻譯。同世界各地嘅法律條文一樣，加拿大嘅憲章係需要解釋嘅。有人批評話，憲章賦予法院太大權力。呢啲人認為，民選嘅政客實在喺度推卸責任，將制定政策嘅工作交咗俾法院。有人認為，非經民選嘅法官係唔應該有權推翻民選國會嘅大多數決議嘅。我明白呢一個論據，但係我認為憲章嘅基本原則並不在此。憲章並非用嚟維護大多數人嘅決定，正如憲章並非只係維護少數群體嘅利益。T. Sher Singh 出身於印度東部，係一個成功嘅律師兼記者。喺2002年，佢獲得頒授加拿大勳章。憲章並非十全十美，正因為咁，我哋要有法官。如果憲章十全十美，咁立法代表同埋法官都可以全部返鄉下，全部退休啦。我哋知道，有時我哋執法釋法係需要幫助嘅，就係呢個原因，我哋要有國會議員，要佢哋修改法例、調整法例，不斷努力。任何憲法當中嘅人權憲章都會有同一問題，就係點樣釋法同埋實行呢？好大程度上係要睇當時嘅法官、當時嘅案件同埋當時嘅情況。整體嚟講係冇一定嘅邏輯嘅。如果有人唔中意法官嘅釋法，因而指責法官越權立法，咁樣對法官係唔公平嘅。咁亦顯示有人唔識法律程序。政客一定會順水推舟，話不如交俾法院決定啦。我哋唔能夠容許佢哋推卸責任，就算依法追究，亦都在所不惜嘅。
法院係唔會主動介入嘅，佢哋唔會因為見到某個議題，跟住就話要俾意見。其實係我哋去揾法院，我哋主動去徵詢法院嘅意見，攞法院嘅裁決，要求釋法。我哋並非要法院立法，法例有不明確之處，亦並非法院嘅過失。It is not the fault of the judiciary. It was a decision made by our elected representatives. 係我哋嘅民選代表決定將權力賦予法官嘅，不論對錯，呢個就係當時嘅決定。其實就算你唔中意都好啦，他朝有日，萬一要法院介入，你好可能就要法院保障少數群體嘅權益。歸根究底，呢啲憲章機制就係為此而設，係為咗保護一啲容易受損嘅少數群體。